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。细汉囡仔的朋友，耶稣虽然逐日真无闲伫教示大人，抑佫常常注意囡仔的事，伊惊真侪新热伫囡仔的顶面。伊捌教示人着诚做亲像囡仔，才会入天国。也捌看囡仔伫办假的装饰甲跳舞，亲像安尼，上帝囝耶稣，伊的心内常常会记得囡仔，这实在是真通欢喜的事。咱知，若有啥物敖人来的时，有真侪老母爱抱因的婴仔去看，亲像安尼。耶稣伫讲道理的时，有真侪老母抱因的囡仔来就近耶稣。耶稣的学生看了真无欢喜，就要赶因走，因为学生伫想因会搅扰耶稣。拄拄这个时阵，耶稣看到，就用慈悲的声将因叫转来，甲因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得禁因，因为上帝的故事适合人的。试想，这是一幅真水的图，天顶的主耶稣基督抱地上的细囝，伫个手来祝福因。是耶稣常常关心囡仔，也派天使来保护因，叫因着去就近伊。所以咱会通安尼唱讲：伫光明的天顶有一个细囝的朋友，是一个永远无变、永远疼细囝的朋友。伊无亲像地上的朋友，常常得变，常常得换。这个朋友就是主耶稣基督。